大家好啊！而家喺澳門嘅碼頭啊，準備出發去香港睇領航員啦。今次就係呢個 BCL Asia 啊，對呢個香港嘅南華。南華之前睇咗對國王同蒙古嗰場都幾勁嘅喎。第一次去香港睇波啊，而家去搭船先，一陣見。已經到咗修頓嘅現場啦，講下戰況先啦。咁啊，比較關注嘅就係佢少咗丁丁啊，咁先發啦，究竟會用家康啊打小陣容，定係上埋阿天奴啊去做呢個雙塔？一開始就嚟料咧，呢個都係好期待嘅部分啊。咁啊，至於南華方面，睇咗兩場都真係幾有料。佢基本上4洋級數啊，唔會打得太差咯，係基拔有少少融入唔到咯。咁比較驚豔就係曾湛源啊，開始睇呢個比賽之前我都唔識佢嘅，佢嘅切入仲多過新北國王全隊啊嘛。今晚應該都會非常之好睇啊！一陣入場再見啦。好啦，而家已經入場啦，仲有20分鐘就開始比賽。咁啊，目測大部分都係香港南華嘅球迷啊，領航員嘅球迷啊，不是太多，可能有20零30個左右啦。
天3節，可能去到第4節體力就未必跟得上。我覺得就要睇第4節先知道勝負嘅分曉啊！香港打得好好，3分球有把握，又買到飯，而家爭6分，應該都冇乜問題。專心啲就有。最穩陣係佢啊！又係你。喂，又想吹又冇。呢度咧冇電視啊，所以只能夠睇呢個細電視啦。最後5秒啊，爭3分，而家香港暫停啊，非常之刺激啊！頭先6-9最後一球唔入，對面如果傳到俾楊和，應該都可以追平啊！可惜傳咗隻腳度啊！而家睇下最後嘅戰術佈置啦。
中場贏3分，不算打得太好咯，非常多失誤啊。中鋒冇咗丁丁嘅情況下，上林靜同謝龍唔算話打得好好咯，嗰個默契啊始終爭少少。香港真係打得非常之好，我哋本土敢切又唔會話俾人壓迫就甩，跟住3分空檔都把握到，所以真係非常之刺激。差少少輸啊，同埋個主場氣氛真係太好啊！咁至少贏咗之後就返台灣打啦，而家就等好似有呢個完美合照時間啊！